来看一张意外的消息，这是昨下晡呢，有一只对宜兰乌石港出发的渔船，驶到恒春后壁湖附近的时阵，那像因为无细力，结果伊的普罗佩拉转去讲到水里的畅水员，是有2个人受伤。今嘛海巡署当咧调查原因。5月17日下午4时许，高雄籍游艇在屏东后壁湖海域载客潜水时，2名男潜客疑似遭渔船螺旋桨打伤。海巡署与消防获报后迅速前往协助，伤者1人手部及胸部出血，另1人脚部受伤，所幸皆意识清楚，随即送医救治。目前2航船长已完成报案及访谈记录，事故由第14海巡队持续调查中。根据了解，迄当阵呢是有3个畅水员浮伫海面等船要来甲载，结果一只渔船竟然直接对因的身躯顶船安尼驶过，普罗佩拉就安尼扫过因的身躯，是致使2个人受伤真严重，送去恒春旅游病院，也阁有南门病院。这大新闻发生迄当阵的渔船，那像就是因为无看到海面有人，所以扫过了后嘛无阁停落来，船直直驶去。海巡是表示讲，这渔船的船长即马已经到案来说明，会查清楚看到底是畅水员收唔到位，也是讲这个渔船是偏离路线。